那我妈也走得比较早一点，所以当时 No 妈就是我们大家的妈妈。哇，太舍不得了。No 妈就觉得说，把一个孩子交在我手上，她也很关心这么一件事情。然后几乎3天2头就会今天送什么东西来，明天送什么东西来，一直就跟妈妈一样。因为当时我们都没有那么多的工作，然后那么好的经济状况，所以我们到处租房子的时候，No 妈就是我们太多3餐资源的很大的支柱。那我妈也走得比较早一点，所以当时 No 妈就是我们大家的妈妈。哇，太舍不得了。然后这个病来得很快，这个病来得太快，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跟他做任何的告别，所以那天电话来了就那种遗憾真的很大。所以亲情是及时的，希望大家珍惜。台铁太鲁阁408车次在清明连假首日撞上从冰坡滑落铁轨的工程车，造成5死200多人轻重伤的重大意外事故。总统蔡英文3日下令全国降半旗3天，追悼罹难者。演艺圈不少群星得知消息后，也捐善款协助伤亡家属。而今日爆红的网红叔叔凤梨也捐助10万，不料竟有酸民嫌捐太少，他事后无奈发文回应。